日元復始，萬象更新。哇！咁快就去到新嘅一年啦。咁啊，我老岳謹代表 MHK 上下嘅同事同埋各位嘅節目主持人喺丙午馬年裏邊呢，恭祝大家龍馬精神，身體健康，健步如飛啊！賺錢嘅就賺到馬不停蹄啊！做任何事咧就一馬當先啊，獨佔鰲頭。咁啊，亦都希望主佑大家平安，合大家嘅屋企人上下嘅齊齊整整，身壯力健。咁啊，馬呢隻嘅動物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有速度啦，又勇於突破啦，係嘛？咁啊，而且個生命力就非常之澎湃。咁啊，我最記起嘅咧就係喺馬場裏邊咁即係嗰啲頂級嘅頭馬 top fit 嘅馬一齊咧就係衝刺影相嗰陣時乒乒乓乓，哇！嗰種景象就係再賞心悅目。不過馬咧亦都係一種豐富熱情同埋嚮往自由嘅動物，喺個大草原裏邊無拘無束咁樣去奔往係嘛？即係俾我哋嘅感覺就係覺得自由嘅可貴。今日零散咗喺世界各地裏邊嘅香港人絕對要珍惜自由，並不是與生俱來就有嘅嘢，係經歷過好多嘅朋友係嘛，拋頭顱灑熱血，至擁有咗個自由呢一個應該係與生俱來嘅大家嘅一個嘅權利。咁但係好可惜今時今日嘅香港仍然係淪喺一個中國共產黨嘅呢一個嘅魔掌之下。不過我係相信，只要大家齊心，只要大家仍然抱着一個嘅希望，為香港爭取自由，爭取我哋應該要有嘅民主制度，我哋人強馬壯，千軍萬馬，一定會馬到功成，光復香港，重建我哋嘅呢一個嘅家園。喺新嘅一年裏邊，希望大家秉承住追求自由嘅渴望，唔好放棄嘅呢一個嘅信念，大家齊齊整整努力向前，繼續爭取我哋屬於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夢想。新年進步，大家平安。